咱来看新内阁上任的头一个任务哦，就是发予所有民众一人6000块的现金，或者是提供直接汇到银行的口座，还是摕提款卡去 ATM 操作领钱，佮有去邮局领这3种方式。也毋过立委就指出讲，全台湾各有3个砖头无邮局，佮有对一寡新疆人士佮老大人来讲，嘛应该要有专门的人来协助。普发现金6000块，目前行政院规划3种方式是政府直接汇钱，民众去 ATM 操作，甲邮局临柜办理。毋过立委曾嘉宾点出，这3种做法对一寡无口座、身体无方便的人其实无效，而且全台湾也有3个所在无设立邮局。根据前年发放5倍券的过程当中，目前呢，根据统计还是有5万个人是没有领到5倍券的。那当中去分析这些人，除了是一些资讯弱势者之外，或者行动不便的人之外，或者是卧病在家人之外呢，很多都是高龄的长辈。全台湾大家以为邮局很普遍吗？目前台湾有这3个乡完全没有邮局的设置。包括花莲的万荣乡、屏东的狮子乡跟台东县的金峰乡。面对普发现金的执行问题，所谓发展部表示，针对无金融机构的所在，会协调民政单位做册发放。原民会是回应会量早找地方机构协助偏乡时代甲新疆人士来申请。透过我们既有的，比方说教会、文件站等系统，协助族人能够尽快的提早线上申请。或者是说，在透过我们文件站的这些人员呢，能够协助我们的长辈。如果你有账户的话，我们可以就协助他如何在线上进行登录。如果他连账户都没有的话呢，我们现在也在构思，是不是有可能透过民政的其他的系统，能够造册或者直接现金发放等措施。偏乡金融设备报告全面，国发会讲，目前当咧规划行政院的下部会推动小组，望顺利完成。记者麦祥莹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